最近这几年，中国为着要达到2060年零碳排的目标，因是大力推行电动车。其中迷你电动车唔但轻阁俗，而且使用嘛真利便。伫个23线的城市是真受欢迎。其中伫个广西的柳州市，就互打造做电动车之都。彩色标顶关写中国新能源汽车城志向，头前的停车格每一台拢是迷你车，就连路来去的车也拢是互两人坐迷你车。中国电动车市场真大，为出入方便，迷你电动车正做当地23线都市居民上喜的代步车。其中车商可能香港推出的迷你电动车，因为价格无悬，真受省会甲都市甲小城镇居民的欢迎。方便，而且。便捷，你看充电到处都有充电桩，而且停车位都是为这种新能源摆的。这个车就是拿来接送孩子啊、买菜啊、上下班的。广西柳州是一个有400万人口的都市，在中国都市当中是3线都市，也是50香港汽车的生产地。为何居民上下班利用永续能源，当地政府提供设充电站、停车费优惠甲买车优惠。好一台迷你车只需要人民票4到6万块，合台票差不多17万5到26万块。经销的介绍加上代步方便，充饱电用驶215公里。和迷你电动车伫个规都市拢总有看到，因讲是大街小巷拢有迷你电动车出现。大家买电车可能就是因为油费比较贵，比我们的可能就是目前的工资水平，怕是养不起那个车，所以其实包括我和我周围的一些同学同事啊，大家都是选择新能源电车的。虽然中国国内也有其他车商，亲像东风、奇瑞、吉利汽车等，拢有生产迷你电动车。不过，个人汽车培养一定重视的少年女性消费者，用汽车包包为家己车打造出高水的造型，吸引较侪消费者眼光。资讯机构中国汽车动产创办人透露，认为愈来愈侪人因负担买车的能力，也表示不过将车当作是一种车，是偏向流行配件。我觉得很可爱啊，所以就贴了。然后很多车都贴了，像我们那同事贴了，又换了整个车子换了个颜色。虽然真受23线都市欢迎，不过考虑换车的驾驶，烦恼迷你车结果甲缺少安全气囊，无法度安心换车。23线都市也较无充电设施，加上车厂赚的钱较薄，拢可能限制迷你电动车未来发展。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。